大家有冇用開牙齦色呢隻牙膏呢？最近我去百佳超級市場買咗4支牙齦色，竟然送咗194蚊嘅禮物啦！而且買夠150蚊，仲可以減10蚊添。要買就快手啦！呢個優惠只係做到6月5號嘅咋。如果趕唔切，仲有咩方法可以買到啊？趕唔切可以網上買，片未話俾你哋知。牙齦色係有4款，分別係38、41、44同埋47蚊。我哋買咗38呢一款。呢個百佳買牙齦色嘅，買4盒咧，跟住送咁多嘢。我哋而家咧就買咗4支牙齦色，38蚊一支，乘以4支，跟住送咗188個幾嘅嘢啊！跟住今日咧，百佳仲有150蚊會員減10蚊，就應該140個幾。睇下陣間埋單係咪呢個價錢啊？但係送咗180蚊，要買152蚊，送翻188蚊嘢，跟住陣間仲會減10蚊，即係142蚊，有機會成車嘢。總共送咗5樣嘢，第一樣係北海道嘅出前一丁5包裝，價值23蚊。第二樣係濃縮洗潔精1列，價值24個9。第三樣係4合1嘅洗衣珠，總共有20粒，價值62個9。第四樣係送2條盒裝面紙，每條5盒，價錢42蚊。第五樣係送1條10卷裝嘅皇冠廁紙，原價39個9。咁抵買，就落買咗先。最後用咗142蚊買咗價值346蚊嘅嘢啊！大家記住預先去易想錢呢個 Apps 裏面攞定百佳呢張購物滿150蚊減10蚊嘅優惠券先喎。優惠只係做到6月5號。如果大家趕唔切去門市買，可以選擇喺網上買。如果網上買係要買6支牙齦色，但係會送更多嘅禮品，價值280個6。有興趣嘅就快手啦！牙齦色呢隻牙膏係可以愛嚟預防牙周病、牙肉出血同埋牙齦腫痛㗎。